我这刚睡着，宝贝儿，别打扰我啊。你睁开眼，看看我是谁。深更半夜的，你来我这儿干嘛？今日我来是想告诉你，那日江氏的事情我已查明。那日江氏更衣时，是江氏支走了所有的丫鬟，所以衣服是不是提前有人做过手脚，大家心里都清楚。你现在知道这件事情不是我做的了？此事过后不久，我便猜到其中可能有蹊跷，只怪我一时太过鲁莽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我比窦娥还冤？所有人都以为是我干的。此事是委屈你了，不过我希望到此为止。你有一颗想保护小三儿的心，我理解。其实我一直都知道，江氏虽然外表温柔娴静，实则心思阴鸷细腻。你既然知道江氏的为人啊，无非就是个绿茶婊嘛。你说你喜欢他什么呀？绿茶？绿茶就是指那些清新脱俗、长发飘飘，在人前装的纯天然、无公害、岁月静好的样子，实际上呢，却是多愁善感、多病多灾、善于心计的女人。我自幼便与她亲近些，她性情温婉体贴，与我十分相投。唉，想当年，围在哥身边的绿茶婊也是数不胜数啊。也难怪了，我在那样的女人身上也跌倒过无数回了。又开始胡言乱语了。你好生休息，伤好之前不要乱跑。您慢走。